用1分鐘教你用紅色100蚊接隻招財貓或者小財神，助你火運連連啊！首先對接，然後再對接，跟住咧打翻開佢，向左接一個對角嘅三角形，再打翻開佢，向右咧接翻一個對角三角形，用兩隻手指咧左右對壓，壓出一個三角形，再對接多一個三角形，然後再對接去到中線。另外一邊都係咁樣做，跟住咧你就會出現一個箭嘴㗎，將呢個箭嘴嘅下方打開，然後咧向內壓一個三角形，兩邊都係咁樣，會出現翻一個箭嘴嘅。然後反轉後邊啦，將呢個箭嘴咧接一個細嘅三角形，然後將呢個箭嘴往下接，貓貓頭嘅雛形出現啦。然後咧反轉背面。我哋放翻低個貓身出嚟先，對接一個小斜角，另一邊都係接一個小斜角，好似接紙飛機咁樣嘅。然後咧將個上角往下接，咁咧你就會慢慢出現一個菱形嘅。將呢個菱形往上接咧，就會出現一個貓耳朵噶啦。反轉背面啦，然後咧頂部接一下，再反轉，將個貓身對接，然後打開。向左接一下，同樣咧，我哋向打開，向右再接一下。打開用兩隻手指咧對接一下，將個尾巴咧壓向其中一邊，再將個尾巴接多下，再將個尾巴接多隻角，得啦，咁就完成啦。